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又组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，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？你看啊，我找你来呢，这不是我跟依然结婚了吗？我呢想搞一个这个婚前的单身派对，邀请你来参加。这一来呢是想感谢你，在依然上班这段时间里能照顾他；这二来呢，这不是你们俩已经不算是上下级关系了，未来我们就是朋友了，是吧？你看这你妈呢，刚把依然给辞退了嘛，依然也没告诉我为什么。我就是觉得，要是依然真有什么事做错了，或者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聚会上呢和解和解。我这人吧，就属于心比较重，想的比较多。我老觉得依然呢有什么事瞒着我，没跟我说实话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未来我俩得生活一辈子呢，最好能解的都给他解开了。你了解他吗？啊？你了解他吗？或者说，你跟他真的合适吗？哎，你这么一问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。有些事儿呢，我从来都没跟别人说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要结婚了，那我也不会说。但今天我告诉你，你很了解吧？我向来做什么事情目的性很强，我很强势，我不允许自己失败，不允许自己走弯路，更不会跟别人说我失败过。我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控在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，这样我有安全感。这么多年了，哪怕我再辛苦，我也的确没有失败过。但我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感情。我的感情失败过。你是想跟我说，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谈恋爱，是因为你感情受过挫？是。可是我没听明白你，这和你问我那两个问题有什么联系吗？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女孩，才会无果而终。我才是今天的我。我不想从现在开始，未来的林天乐和现在的我一样，走弯路。那个，慢点喝。怎么样？哎，你是没看见，就他那样吧，不能用累或者烦来形容。反正现在没什么事，睡了。问出什么了呀？什么都没问出来，跟我说了好多。他跟我说的吧，我从来都没听过。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感情，然后说他这里头空。反正最后跟我说，让我别和依然结婚。明天的聚会想好了？说实话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，但是一想到真的要去面对的时候，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特别怪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敢相信，跟我生活了这么久的依然，他会一直骗我。我真的特别想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够真正的面对我，把这些事情说出来。
你别瞎想了，我觉得不是所有撒谎的人本质都是坏的嘛，咱得看看他的动机。能陪我坐会儿吗？鞋我已经给你擦好了，就在门口直接穿就行了。我还给你包里面放了一瓶牛奶，待会儿出门记得喝了。哦，晚上去之前你先垫吧点吃的吧，要不然对胃不好。不过晚上还是少喝一点吧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天乐，天乐。啊？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没想什么呀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哟，干嘛呀？一大早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，愁眉苦脸的。我们是去参加人家单身狂欢 party 好吗？一副臭脸，讨债啊！谁臭脸了？我一直都这样。我不像有些人，表面上装的没心没肺的，这心里边吧难受至极。哎，我还真是好奇啊，你说，在这天乐告别单身的狂欢 party 上边，你说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和他即将娶的女人，心里什么滋味啊？翻江倒海是不是？哎，什么意思呀你？什么意思？装什么傻呀？就说你呢，穿着花枝招展的，就是个配角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可不扛你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吃火药了吧你？对啊，我就是吃火药了，来点我，炸死你！咱们人都到齐了，让我先讲两句啊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和依然的这个婚前单身派对哈。那个打今儿以后呢，我跟依然就不再是单身了。各位同志呢，要谨记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你们仍需努力。来，来。天乐，哎，依然，天乐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以后替我照顾好他。谢谢谭总。以后我不是你的上司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你跟天乐一直关系那么好，也希望你们两个以后能够亲如兄弟。我们也敬一个吧。来，我就祝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一起。哎，好嘞。看你们俩这么幸福吧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以前发生在咱们学校的爱情故事。啊，
你们想听吗？行，那我讲了啊，就是我们学校吧，以前有一个长得特别帅气、很英俊、家境又很殷实的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呢，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2届的师姐。他一直以为自己能跟这个师姐一直相爱下去，可是没想到，这个师姐后来突然就消失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变得沉默，谁也没说，就独自出国了。你讲这故事啊，我还真知道。我不但知道，我还有你这故事里面女主角的照片儿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看啊？好啊，带了吗？来，你们看看。哎呦，怎么毁成这样了呀？这女的看不清啊。这照片呢，我拿到手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可以依稀的看见这个女孩的相貌的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被人弄成这样了。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。对，这实在是看不清了。少宇，你看看，你认识吗？海宝，刚才那故事就是讲我的是吧？我承认，那男的就是我，而且那张照片呢，也是我拍的。我还知道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谁。她叫尚文芳。那你能告诉我，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吗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了吗？我是尚文芳。依然，如果不是我们查清楚，你是打算瞒我们大家一辈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就算我跟你说了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好，就算你听不懂，那你为什么要把照片毁成这样？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？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别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瞒我们所有人？为什么瞒我到现在？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又组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，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吗？我过分？过分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你不就是想把它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吗？谭少宇，你太无耻了！那少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弄得我们一头……你闭嘴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林天乐，听清楚了吗？她不是依然，她是尚文芳，她不嫁给你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件事我问过你很多次，你就是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你？现在回答我！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，她很物质，你不要娶她。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不能娶？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一定娶她？你爱她吗？你爱她吗？你爱他吗？你爱依然吗？你到底爱他吗？我一直也挺奇怪的，你怎么喝了顿酒，突然就说要娶她呀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娶她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。
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医院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我在医院的床上。你听着。我是尚文芳。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医院送我回去，我醒了，我在医院的床上。过分的人是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依恋，依恋，哎，张老师过来了。哎，来，哎呦，好嘞，来，问问你，想不想我呀？想想我什么呀？想你的脑袋，为什么想我脑袋呀？因为我饿了。呵，这都什么逻辑啊？幼儿园的饭不好吃吗？不是不好吃，是因为我饿得快。饿得快，咱吃去，走，跟老师说再见。张老师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家。依恋，还记得咱们吃饭的约法3章吗？第一，不准吃油炸食品。第二，不准吃糖人、糖卷、含高糖的食物。第三呢？吃什么呀？不准吃龙虾。虾。走吧。吃饭还有这么多要求呢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给你看。来啊，这有铁板田鸡啊，这是铁板牛肉，铁板鲍鱼茄盒，铁板黄鳝，铁板猪杂你可吃不了。哎，你们先点着，我先出去一趟。依恋乖乖的啊。哎，不是，那给你点什么呀？行，不管它了。这门还有呢，来，这门还有。这个啊，依恋说了不让你吃龙虾。为什么嘛？是啊，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吃多了龙虾也会变成龙虾？要是变成龙虾，我也不吃了。你在这里乱翻什么呢？老板，这里所有的报纸都帮我来一份。
挠挠啊！天呐！哎呦，哎呦，你这身上起的什么呀？你这是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这是过敏啊！赶紧去医院看一下，吃点抗过敏的药就没事了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赶紧去。孩子痒，老破了皮会留疤的。哦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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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呦，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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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咱别挠了啊！10年之后你就是一大美女了，现在要挠花了，留了疤，10年之后变不成美女，你该恨我一辈子了。听话，咱不挠了啊！给你开2盒过敏药，1日3次，口服。孩子药量减半。依恋，我看看。天哪，怎么红成这样啊？痒不痒啊？大夫，这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对龙虾过敏了，吃2天药就退了。吃龙虾？谁让你吃龙虾了啊？是他让我吃的。你这么小年纪，你怎么那么会挑事儿呢？啊？谁让你带他去吃龙虾了？啊？不是我没想带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有什么事儿自己出去解决吧。哎，走，依恋。我这才离开多长时间呀？你就把依恋弄成这样了？不是，我这不是为了让他高兴吗？人1礼拜才回来1次，他说他想吃小龙虾，我能说不让他吃吗？我跟你嘱咐了3条，你都忘了？前2条记着呢，第3条你说不准他吃小龙虾，你也没说清为什么他不能吃小龙虾呀？吃龙虾会变成龙虾。你听听。走，依恋。哎，你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我。哎，你不是说那姑娘挺漂亮吗？让我见见。嗨，别提了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简单说吧啊，一大姑娘带一小姑娘，2活祖宗，你知道吗？都快把我给整死了，我现在就剩半条命了。我那小姑娘不是送幼儿园了吗？是啊，还剩一大祖宗呢。这大祖宗啊更可怕。得了吧你啊，那么漂亮一姑娘跟你住一屋里，得谁偷着乐去吧？谁要想拿走乐去，谁拿走。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跟那儿顶着我，我早把她给赶出去。那倒也不敢。哎，你那钱怎么着啊？我跟我奶奶说好了啊，20万你想要，随时要，随时拿走。拉倒吧，我结婚用你奶奶钱，我以后怎么上你家去？那你这婚结不结啊？哎，你说，其实抛开这钱不说啊，我觉得薛晶晶这人吧，其实还挺踏实的，而且还挺漂亮的。那个，咱俩再骑一圈。走。你过得那么光鲜亮丽，怕是早已经把我忘了吧？
你才来啊？哎，着什么急？小伙，哎，来瓶酒。好嘞。等你半天，知道，耐着心啊。有个事儿啊，跟你们说一下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我来一朋友。朋友？男的女的？肯定是女的呀，哥。我就想告诉你啊，你注意点，别太色了，别让人家看不起我啊。结没结婚啊？肯定是没结婚啊，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啊。这女孩啊，不是一般人，就是一般人拿不住的那种。那你能降得住吗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就只是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吧？达到什么目的你还不明白吗？到时候都机灵点啊。好嘞，了了。哎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忙。那个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梅兰妮，职业是家庭顾问。对，家庭顾问。这是我好哥们儿李爱宝啊，一设计师。哎，来，坐。哦，对，忘说了，他是马上就要结婚的人。不是你说这干嘛呀？哎，认识你很高兴。哎，哥，要不来一段吧，咱们上来就来一段。这不是认识新朋友了吗？助兴。那就先来一段。那个，要么这样，咱转战屋里，好不好？走，里边请。哎，没想到呀，你这哥们儿还有点音乐细胞哈。那必须的，我哥们有才着呢。不，你这得慢慢发掘。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？你妈要那20万，我拿不出来。所以呢，就不结了是吗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，你现在悔婚，我以后还有什么脸？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你们俩有什么话都好好说啊。说什么说？这是结婚吗？这是卖人。你再说一遍。那个，我们都为这姑娘想一想。我是女孩，我知道，父母把我们养大都挺不容易的，也挺不舍得的。别说20万了，就是100万，都是自个老婆也值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是你跟那瞎掺和什么呀你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结还是不结？
我就是个白领。之前给你们家那10万，那是我妈养老的钱。现在你们家又要20万，你让我上哪儿弄去？这婚我结不了，我也结不起。哎，那个。昨天晚上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这哥们儿啊，本来都要跟女朋友结婚了，这女朋友啊，突然间开口加价20万，加上以前那10万，好30万了。我这哥们儿一生气，这婚不结了。是，哎，都说这女孩结了婚是泼出去的水，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是泼出去的水吗？要搁着我说啊，现在男孩属于泼出去的水，现在都是男孩结了婚照顾女孩。再者说了，真要是给30万把这姑娘娶回来，那不等于花30万娶一媳妇儿回来吗？哎，你说这钱在感情里有那么重要吗？啊，不给这钱，这婚就不结了。你跟我说说，他俩谁在理？要我说，他们俩谁都不在理，这不就是爱不爱的事儿吗？你那哥们儿如果爱，别说30万了，就是80万也得豁得出去呀。这女孩要是够爱的话，搁着我，别说给钱了，就是不给钱我也嫁。不是你生什么气啊？也对，这就是爱和不爱的事儿。其实这薛晶晶吧，也挺不容易的。你说她要这20万，肯定有她的苦衷。我还真没法理解，现代人居然有会因为20万块钱而决定一桩婚姻的。我原来也跟你一样，觉得全世界都是阳春白雪。可是现在哦，我跟你说，我特别能理解薛晶晶的感受。真的，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别以为全世界都跟你一样不差钱。这跟钱没有任何关系，是尊严问题。这就好比你给自己贴了一个20万的标签，现在别人觉得贵了要退货，你却哭着喊着拒绝退货，这有意思吗？这是尊严问题，没有尊严就别活了。哎，你真是个商人啊，够精明的呀，什么事儿都拿商业公式算出来。来，我采访你一下，请问你以后娶老婆是不是也不打算给礼钱呢？以后我娶谁怎么娶，给不给彩礼钱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好，温小姐。你认识我呀？对呀，你是我们的贵宾嘛。啊，对，我想把这些都退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梅小姐，这已经是我们半年前的产品了。我们公司是有制度的，所以不能退给您。可是我是你们家 VIP， 还不能退啊？不好意思，梅小姐，我们也很抱歉的。
真的不行吗？啊，抱歉。天乐回来了，天乐呀！您怎么来了？啊？来看你呀！哎，人依然熬着鸡汤呢。啊，我是闻着味儿来的。嘿，还真是做着鸡汤了啊！哟，依然，你在找工作呢？啊，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哦，找什么工作呀？老林那儿缺秘书，啊，就我爸，奶奶打一电话，立马给你搞定了，不用找了啊！哎，奶奶，不用了。这段时间您一直照顾我们姐妹俩，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呦，这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你真是……哎，天乐。啊，奶奶，这么着，咱呀别操这心了，坐下。我算看明白了，依然呀坚强着呢，人家要学历有学历，要人品有人品，要模有模样，人家不愁找不着工作，人家是想靠自己能力自食其力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我也是靠自己啊。奶奶隔三差五的给你钱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奶奶，您这是疼孙子啊！再说了，天乐真的挺能干的。天乐呀，你以后啊对人家小冉好一些，像这么漂亮、聪明又懂事的姑娘哪儿找去？我现在见的年轻姑娘多得很，我看了就头疼。哎呦，那个闹腾劲儿！哎，那也不叫闹腾啊，那叫追求生活的品质。您想想，把年轻的时候想干的事儿一件不落都得干了，到老了不后悔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瞎说，奶奶一辈子老老实实的，到老了也没遗憾。我现在就担心呐。担心什么呀？我担心呐，找不到一个人来管你呀。奶奶，您快尝尝我的汤。哎，对，好，喝汤啊！你喝呀。我喝。好不好喝呀？不错。你就不想找一个人天天给你烧啊？啊？嘿，我先把包搁屋里去啊，您先喝着。哎呦，这个臭小子！哎，奶奶啊，快尝尝我的汤，您还没尝呢。我能还你钱了。不用急着还，先放在那儿吧。那可不行，咱们约好吧，今天晚上8点半，咖啡馆见。哎，你到哪儿去呀？我出去一趟啊！不行，你还没吃晚饭呢，吃过晚饭再去。刚才不是喝过汤了吗？哎呦，那先吃点水果。哎呦，水果我就不吃了啊！吃点，快点嘛！不吃了。哎呦，这孩子，出去当心啊，早点回来呀。林天乐，你什么情况呀？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的，什么人呢？还钱我还得死乞白赖还。那走了？走了。好吧。依然呐，啊，那事儿呢也不着急，你慢慢考虑，等考虑好了，跟奶奶说一声啊。哎，这是天乐的手机啊。是啊。你看，这臭小子慌里慌张的，落家里边了。哎。林天乐，你什么情况呀？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的。这些乱七八糟的女孩，总来干扰我们天乐。其实啊，我最了解她。她虽然贪玩，但是在生活作风方面绝对严肃，你放心啊。
不是，奶奶，您给他回吧，这不好吧？这是他自己的事情，让他自己处理吧。不行啊，他们总来干扰他，没完没了，不行。好，走了。啊，我送送您。有毛病吧他？下次多多请什么呀这？这是那天家政的钱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有。怎么会没事儿呢？你出那么多汗，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那我叫120过来吧。我真的没事。没事儿什么呀？你拧什么呀？走走走，我带你去医院，去医院。我真的没事，我说你别碰我。你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好心嘛。真是的。二哥，哎，你找人啊？啊，宝哥今天没来，是我知道，不知道最近忙什么。哎，天哥，宝哥最近是不是忙着结婚呢？啊？我听说，这个他不是特别喜欢这女孩，这不是老太太非要让他娶的。我还听说，这个老太太上山给他算了一卦，说这今年有大灾，说如果他不结婚呢，哎，就化解不了，是这样吗？是吧？那个，先走啊，有事。慢点啊。你奶奶不在，早走了。我出门太着急了，你看看，手机都忘拿了。我给你做了宵夜，吃点吧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哎，都跟我奶奶聊什么了？能聊什么呀？聊你呗。聊我什么呀？说你聪明、大方、善良、机智、幽默、孝顺，反正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这是我奶奶说我的吗？不像我们家老太太说的话呀。我明白了，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那个相见恨晚的感觉？早就应该跟老太太达成共识了吧？那你奶奶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呀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？你是真傻呀，还是装傻呢？他先是把我跟你安排住在同一屋檐下，现在又跑过来跟我说了一大堆你的好话，你说他为什么呀？我明白了，他是不是希望你给我介绍女朋友啊？老太太多虑了。
你像我这种条件的，哎，就算不是万人哄抢，也算是百人空巷吧。哎，这呀不错，留着我明天早上接着吃啊。吃饱了吗？哎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实在对不住啊，那个今天是不好意思啊，实在对不住啊，那个今天是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还真生气了？还好意思龇牙入头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是应付应付我妈，这清坚决不能再香，一会儿就给她摊牌去。我一会儿打给你了。你跟谁摊牌啊？妈，咱能别老玩偷听这一套吗？你老怕我没事，你不觉得累得慌？你也觉得我累，那你就应该多体谅下我的心情。你说各式各样的姑娘你见了多少了，那怎么就没有一个看上的呢？你眼界怎么会这么高呢？那你怎么不想，也许是人家眼光高看不上我呢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是人家眼界高。就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心里啊在搞什么鬼呢。咱们有事说事情嘛，我不一直在香吗？好吗？你把薛晶晶都弄来了。还说什么十里挑一，连照片都没看过，我也不知道您怎么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不说薛晶晶，不说薛晶晶，就是没有薛晶晶，那么其他的姑娘你看上谁了？你忘了大师说的了，你今天不结婚就会有大灾大难的。少爷，我求求你帮帮忙。哎呦，太后，我也求求你帮帮忙吧，你让我缓缓。我现在见着个陌生姑娘，我就想上去跟人自我介绍，这是病。你不结婚才是病呢。你就稍微让我调整一下，我现在精神极度紧张，尤其是见完薛晶晶之后。妈，你就心疼心疼我行吗？儿子，生活上我怎么心疼你都行，这个问题没得商量，我绝不心疼。你继续给我找，相中为止。把针咬和尚，你知道吧？给。还用不着，着什么急花这钱？爱要不要，咱俩两清了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女朋友跟我半点关系没有，别自作多情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这女的我也不认识。那什么，我讲哪儿了？这儿。啊，对。调子也够差的，做的多粗糙啊！哎，小姐，别随便摸我们家的衣服，
我们家的衣服可都是外国进口，纯手工制作的，这料子都是1等1的。外国进口。看一下啊 ，Made in China， 怎么就进口了呀？谁不知道全世界的大牌都在中国代工呢？哎，我真要跟你们说说，你们家东西有点太贵了啊！这不都是山寨货吗？你卖这个价，小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这衣服怎么山寨了？你爱买不买？你说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没事，亲爱的啊。哎，那个小姐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买了啊。哎，你们东西真太贵了。是的，质量不好还不让说呀？说你不是，哎，还那么说，你是在人家店里，人家能高兴吗？能给你好眼色看吗？所以我说我不愿意陪你逛，看着这些衣服都来气。你是不是缺钱花呀？啊不，我不缺钱，我是觉得他那东西太贵了，不值得。哟，我的大小姐，这可不像你啊！哎，以前都是啊，这个包了那个包了，便宜货从来不穿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教育我了。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有一点点不懂事儿。我哪敢教育你啊，小公主！不过你别逞强啊，知道你现在有难处，处境也不好。那可是，告诉我，你想不想改变这种生活？你想不想帮帮你爸爸？你想不想再回到从前那个衣食无忧的小公主一样的生活？小不小公主我真的不在乎，但是我是真想帮我爸，可我又没有能力。要是我能突然一下中个彩票就好了。你开玩笑呢，小姐，彩票是那么好中的吗？怎么办呀？现在攒钱也得一点点攒，一时半会也攒不够嘛。我说你可真够笨的，哎，攒钱打拼这是男人的事儿，让男人出去干啊。你可是个女人，还是个如花似玉的女人。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这男人可以征服全世界，而女人呢，只需要征服了男人，一样可以征服全世界。你就记好了，这个女人永远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哎，找一有钱好老公，家财万贯什么都来了。行了，我还是要恋爱自由的。亲爱的，谁说不让你恋爱自由了？哎，相亲就恋爱不自由了吗？一样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虽然是落难了，找一个门当户对的、经济相当的没有错啊，谁敢说你什么？哎呀，相什么亲呀？现在谁要我都绕着我走呢。哎，如果你真有这个心的话，我帮你安排。不说话代表你默认了啊！哦不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帮你安排。好了，现在可以陪我去逛街了吧 ？OK， 走嘛，走。你是？我叫依然，我是来应聘的，这是我的简历。你等一下，王姐，你过来一下。等一下，马上就过来。你这么小的年纪做这个多辛苦啊！哦，没事，工作嘛，应该的。以后来公司啊，不用穿得这么漂亮，弄脏了就不好了。公司的待遇非常好，好好干啊。好。王姐，你的人来了啊，好。王姐好。哎，你穿成这样怎么干活啊？我想你们是弄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
不好意思呀，于小姐，您应聘的岗位前2天面试就已经结束了，人选我们已经有了，目前公司并没有适合您的岗位。可是你们公司跟我约的时间就是现在呀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是这样的，给您发信息的啊是个实习生，我们工作会逐渐改进的，给您带来的不方便之处，我们实在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不过我们跟对方的合约已经签好了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希望公司下一次招聘的时候能有机会跟您合作。我知道我说这个有点不太合适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。那这样吧，这个职位如果不可以的话，其他职位也可以。你们还需不需要人呢？其实刚刚你看到的那个王姐，他们保洁部有个员工马上就要休产假了，正在四处找人。目前公司就这么一个岗位。好，我来应聘这个岗位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你可以考虑到其他公司看看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好吧。这是你要的监控录像，谭总。